而水庫東壩破邊洲試行實名登記，今日開始接受預約。有當區區議員建議政府將來可以考慮設立缺席罰則。熱門旅遊景點西貢萬宜水庫東壩嘅破邊洲，每逢假日經常逼滿遊客。漁護署試行實名制登記，要經旅遊平台 Klook 預約，系統朝早11點開放，可以預約9月5號同埋6號嘅名額，費用全免。朝早系統唔算繁忙，登入之後唔使30秒已經成功預約。預約人士需要填寫姓名、電話、身份證明文件，包括護照號碼等嘅資料。每個人每次可以為自己同埋同行者預訂最多5個名額。政府今次將一項免費服務交由單一商業平台處理。有立法會議員認為政府應該公開招標詳情。而家國際嘅做法咧，如果一啲比較單一目標性嘅，即係佢系統唔係十分複雜，可能一個單功能嘅，都係有機會同一啲商業機構合作咧，可能會增加個佢嘅效率啦，同埋個成本效益嘅。今次啦，譬如一個時間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啦，呢個大概1年至幾個月啦，咁去委任咗一間公司，咁中間嘅程序有冇做清楚呢？今次試行計劃涵蓋9月5號至10月7號部分指定日子，有當區區議員建議計劃完結之後可以檢討優化措施。我哋而家成個嘅黃金週，即係講緊9月啊、10月啊呢啲嘅高峰期先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再收集咗今次黃金週嘅一啲數據，再睇翻甩底嘅人數究竟多唔多咧？咁啊，如果即係多嘅話，當然係要去盡快推行翻一啲罰則，或者可能係一啲所謂黑名單嘅一啲制度啦。根據計劃，需預約嘅日子，每日有4個時段可供預約，每節2個鐘，名額500個，即係全日2000人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在珊報導。